九妹小美。好，九妹小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今天九妹要作为顾问，跟着我们的设计师王敏一起，带着我们的民族服饰，一起去云南广播电视台参加2022丝路云商七彩云南的昆明民族时装周。这个时装周也是云南1年1度的民族赛装文化节。今年的文山专场会以苗族服饰为代表，融合各个民族服饰的元素，讲好指尖历程的故事，讲好文山故事。因为会有很多幕后的工作，也为了方便运动，所以九妹会选择一套比较便捷素雅的苗族元素的日常服。造型搭配这块呢，也会选择九妹这2个具有标志性的这个苗银发钗。好，一个比较简单精致的妆容做好了，我们换上衣服。